中国一直扰乱台湾，国防部公布有36架中国军机来扰乱，配合中国军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这数量是今年来上界多。另外，未来总统赖清德也去嘉义普京基研发中心视察，强调520进程会赶紧掌握国防国安相关事务。不过，伫咧现场展示的普京机摩打，却互发现讲是中国制造的，业者也解说讲这是外国做的，未来会家己开发零件。 强军持续了台国防部日前公布，查到36台强机伫台海周边活动，创下今年新冠纪录。尤其为21暗时开始，到中共苏凯3站运8架无人机等，超过海峡中线也界嘅延伸线，进入咱北中部甲西南空域，配合共艦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的警戒，并且减派了任务机、任务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适切应处。因应强军的威胁，国军嘛加强战备，各组两车巡弩运输艦玉山艦，去年6月成军了后，海军要求近期来完成环岛试航任务。而透早停靠华林港，让人看到载运向日飞弹的画面，实兵严正支援东部作战能力。尤其最近中共积极运筹3海联动，伫东海、大海、南海进行海上斗争，构成对台湾的复合式威胁。 它有可能会是它的海上民兵做先锋，海警在中间，最后是海军来做后盾。那类似的状况也会放到空中，有可能它会进行一些海空的联合操演，甚至是解放军经常中共会说的一个军警民3方的联合演习。我会善用520前宝贵的时间，来迅速的掌握 国防、国安的相关事务。5日空地要到啊，准总统赖清德启动信赖新政稳健连接产业交流活动，第2站来到嘉义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视察。赖清德讲，国防经济是支持国家发展的2大基条。不过现场展出的经纬航太的无人机产品，莫大互人发现是 Made in China。经纬航太配合讲，这是托尼基英国合作的无人机，不是公司承制国防部的产品。相信在1年之内。 事实上就可以达到了供应到土耳其或是英国这边来进行做他们必要的这一个全部飞鸿的转换。陆政峰指出，军用上规无人机计划中型甲小型的本土无人机已经会当100%不是中国的零件制造，同时陆续培养台湾的无人机供应链，所以世界各国嘛开始要甲台湾合作共同开发，希望未来会当进入国际市场。记者综合报道。